愈来愈进步，即马家具嘛会当用净的。英国一个设计师认为，传统茶做的家具较无环保，嘛要用真侪时间。即马直接用净的，会当种家具出来。这个设计师利用模啊，也有直接的方式，互树啊会当自然发倒啊，也有椅仔形出来。一般差不多是爱5年到10年，就会当采收家具。啊，若看到一般的这个树啊，都要经过50冬，才会当做来加工，比起来时间也是较短。 规排树啊生到外国起厝，看起来是乌白乱生，不过其实这是挑工安尼种的。原来这是英国的一个家具农场，不管是椅啊、桌啊，还是顶搭，全部拢是自然生出来的。So actually, what we do is we now grow these upside down. So you come in here, spread out along the chair, and then go off. 普通要做桌啊椅啊，爱记、爱料、爱斗，足复杂的。设计师认为传统的方式实在伤高工啊，嘛无环保，所以就有这种直接甲家具种出来的想法。种的方式就是透过模啊，甲接机架的方式，互树啊家己生做倒椅的形。 Not only do we think that they'll be stronger, they'll be way stronger because they're one solid piece. There's no joints to come loose. 那种出来家具更加用，甲新种一张树啊出来，再甲错雕加工，做出来家具比起来，这种拿种树啊拿做家具的方式，嘛会当省更加侪时间落来。If you're thinking about this in the bigger picture, then by the time you've grown your tree for 50 years, we'll have at least 10 generations of chairs rolled out. 不过想要有一件纯天然的家具，嘛无遮尔简单。像讲一只椅啊，得银磅1万块，超市代票38万。即马顶上近2003年才会当出货，就算有钱，嘛无法度随买就随送去领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